湾俗语摕来谈，深色趣味是有内涵。欢迎收看《报道高阿丁》，我是林品源。台湾俗语是咱祖先伫这个土地生活体验所产生的智慧。报道高阿丁就要用俗语带乡亲，咱做伙来去看咱台湾人的故事甲文化。咱台语哦，实在是真趣味。 时常会用一寡个客仔俗语啊、个客仔话来形容咱的人生啊，来讲一寡代志哦。啊，这个话吼，通常吼拢是对咱身躯边的这个人事物吼去处宰。真侪个客仔俗语、个客仔话吼，都是用咱的地名甲放入去。可比讲来，大家去好市哦，饭时底暗，啊是咧讲啥物？啊是咧讲蚵底啦吼。啊，佫有讲吼，这个山前是讲吼大肚，啊山后咧啊就家人啊。 吼，所以讲这个客仔俗语吼，会将咱的这个地名吼，甲咱的生活吼，语法搁较活，啊嘛吼，搁较侪人了解着讲咱台湾的地名的由来。但是吼，我相信真侪朋友一定甲我同款，住伫台湾吼，但是真侪地名哦，叫唔知影讲为什么会安尼好名、安尼出名呢？所以咱今仔日的节目中间吼，特别请老师来甲咱分享着关于台湾地名由来的一寡故事，咱就斗阵来去了解哦。 古年以来，咱拢叫是福尔摩沙美丽岛屿是专门属于台湾的代名词。其实，全世界有20几个福尔摩沙。伫16世纪的大航海时期，你敢知影台湾有一个国际化城市，内底居民每一个人拢会晓5种语言。伫咧迄当阵，嘛产生真侪伫咧台湾地名面顶，到今阁无哈多理解的谜题。 譬如讲，咱拢知影5岛、6岛、7岛、8岛，煞毋知影讲头岛甲3岛伫倒位。是安怎一个无柳树的所在会去互号做野柳？是安怎南港伫咧北部，北港煞伫咧南部？宜兰苏澳敢真正是世俗的建立的？莫讲你了解台湾，其实台湾400年来有真侪咱拢无清楚的历史。 拢去互写伫咧台湾的地名当中，等待咱去发现。咱读过的历史吼，大部分拢甲咱讲吼，台湾有文字历史的记载吼，是对荷兰人开始管理台湾迄个时阵开始。不过吼，安尼好，敢若像讲话，甲咱台湾讲，敢若亲像一个化外之地啦。其实吼，毋是安尼生哦。好，早期吼，荷兰人来进前，咱岛上的这个原住民吼，其实早就已经发展出家己的文化传统甲正经的制度。 所以讲咱今日就来了解着讲，咱咧400年前的台湾哦，究竟是虾米款的情况呢？咱今日哦真欢喜邀请到咱哦国内会当研究这个大航海时代吼上高的一位啦，这位就是咱的中央研究院的这个王嘉音老师。各位观众大家好，大家平安。老师啊，我想问一个问题吼，像讲你这册顶悬写讲这个福尔摩沙对无？啊，这个名称吼，听讲毋是干那台湾或者福尔摩沙对无？ 是安尼吗？对啊，咱都所了解拢超无20外以上。是。咱台湾北边嘛有一个福尔摩沙。北边嘛有啊。北边是倒位？倒迄个啥？迄个差不多乌基纳瓦琉球的琉球群岛。是。哦，也是讲伫这个啥？菲律宾嘛有福尔摩沙。是。埃尔摩沙。是。啊，做毋是干那咱算算啦，有人统计上无20外以上啦。 哦，啊，所以咱台湾的专有的。是吼，啊，这个话原本伊是啥物话啊？是。这话应该算讲起来算是拉丁文 ，Formosa 就变，刚才讲较女性化的水，足水的意思，足水的倒数。所以是形容一个较女性的水的意思。不然咱叫地点一边叫马德兰啊，叫查某。是。哦，福尔摩沙原来吼，毋是干那咱台湾安尼好名吼。 啊，咱台湾号这个名吼，其实甲外国人拢有真深的关联嘛。因来进前吼，咱台湾人的生活大概是啥物情形？啊，因来之后吼，啊，对咱有啥物款的影响？老师，你甲咱小介绍一下。甲西班牙这个主要一个好处是讲，因记载靠一个连续性。是。吼，较无像中国安尼讲一个啊，大家抄来抄去。哦。啊，荷兰甲西班牙因较有较实地咧看。嗯。哦，啊，实地记录。嗯。啊，所以咱透过荷兰的资料，透过西班牙资料，咱知影华人有甚物款的原住民的社。是。啊，这个啥台北，啊是讲做台中、高雄、屏东，
才有这个原住民写伫倒位。吼，所以荷兰人这边爱甲西班牙因这边讲的资料，因比咱较清楚。咱台湾受到这欧，尤其是早期拢是欧洲嘛，欧洲这民族的这个统治哦，啊，上大的这个改变是啥物啊？因两个拢基督教国家，来了，因要将基督教的文明传予咱，啊，做咱台湾原住民才有咧变化。是。啊，但实际是毋是安尼？我先大家按个讨论啦。因为当时啊，你看，那迄个中国人啊，咧记咱台湾，一定爱讲咱台湾的原住民真无好的所在。当然啦。啊，因这基督教国家嘛，一定讲咱无穿衫。是。啊，但是毋是安尼？我看真歹讲啦。譬如人和咱资料，伊讲3月无穿衫。啊，无来3月伫台南要做因的祭典。是。祭典伊大家总无穿衫，透过无穿衫来求福。荷兰人也是中国人，因咧记载原住民的文化，拢有因的偏见，拢有因的价值观点。啊，那咧慢慢啊，原住民的生活形态，咱会当慢慢啊重建出来。是啊，伊咧记录的时阵，可能看到是看家己的，看家己的，像讲啊，你这就是敢若较无文明啦，哦，较无开化，其实毋是安尼。哦，咱也尊重人原本应该有的迄个方式。其实你知影，咱这红门吼，还是红毛，这毋那是伫东方世界。伫西方世界，红毛是歹的概念。是哦。那毋知你若看，你毋欧洲人，你若讲一个歹查某，一定拢做红头章。红头章啊。是安怎安尼？海贼一定红头章。是安怎？啊，所以你今日去德国、去荷兰，因红头章足少。我毋知讲，台湾历史趣味即来只。咱一般拢叫荷兰人，叫西班，唔系叫英国人，咱叫红门。是。但是。英国人甲荷兰人不一定大家拢红门，对啊，足少，对啊。啊，咱叫西班牙叫乌门，因拢是乌头章吗？乌头章，迄个西班牙甲葡萄牙乌头章较济。哦。所以咱一个传统文化，咱是讲用衫甲用头毛来看人的分别族群啦。啊，分别族群。所以这就是讲咱那伫迄个啥，伫荷兰时代是讲西班牙时代，比如西班牙咱是家人岛。是讲这个台南的啥？台南的这个安平者吼，因欧洲人来，除了因带西班牙人来了，家己个有葡萄牙人，也是讲其他南欧的人。是。啊，台南这边荷兰人因会带迄个德国人、瑞士人。是。啊，迄个丹麦，丹麦人。因会带这个人。做造成讲台湾吼，伊真侪国籍来。有讲原住民的话。说希腊的话吼，甚至安尼荷兰话以外吼，荷兰话之外，大家大部分拢讲德国话。哦，德国话。因为荷兰真侪，荷兰的头家是荷兰人。真侪迄个新郎啊，去做兵的是讲德语的。是。所以真趣味是讲嘛，讲所以真侪啥，有真侪迄个话外国话入来咱台湾。所以甚至你咱看较趣味是讲嘛，是毋是有影响？包括荷兰人、西班牙要宣告互咱台湾，是，因若讲上帝，咱讲神啦吼，神，神你知影原住民都无即种对顶的概念，是，因用DEU DEU 拉丁文，是，高丽菜嘛，高丽菜毋是到韩国来，毋是哦，靠咧，哦，是安尼，靠咧，这足标准啊，这毋免变啊，所以讲毋是韩国的高丽菜，是欧洲，是欧洲的种靠咧，就敢若种。菜包起来，迄款就这样吼。是。还不然，你走欧洲看嘛，法文啦吼，德文啦，迄个荷兰文拢考咧。是。那边讲高丽去啊。地号名有真济嘛是外来嘛。那地号名，因为咱现在阮所理解就讲嘛讲，咱敢若讲葡萄牙人甲这个西班牙人，因去伫中南美洲就爱共改地名的。荷兰人因走去印度尼西亚，走去迄个啥。印尼，在咱台湾，因较未将因的地号名共改过。是，荷兰人较无这习惯。所以咱台湾做到今仔为止，咱看就讲台湾的地名内底用码无荷兰的。荷兰话较少。用码无。若有大家咧讲富贵港。富贵港。富气吼，富贵港，因咧标迄个标，若有一个港，伊拢讲富。但相对的。迄个西班牙因天主教的吼，是，因为感觉足爱怎用迄个救主耶稣啦吼，无咧什么啥，迄个使徒圣徒吼，用爱将因的名，也是讲对撒旦魔鬼，因种好出名，所以你看野柳，野柳本来就
是迄个啥魔鬼的啥魔鬼的角。对啊，咱讲吼野柳啊柳伫倒位？到尾无柳啊，无柳啊是原来是翻译。啊，本来是啥迄个片做野路，啊，为你变过来啦。哦。啊，做毋是讲这西班牙，你来看注意看，咱对野柳开始。是。哦，啊，足特别的一个地形，啊，过来就基隆岛，基隆岛了扫把岛。哦。啊，扫把圣救主。是。啊，迄个港叫做托尼达。这种人翻到千里达。是千里达。哦，啊，就是圣三位一体。是。三位一体啦吼，啊，过来你看，佮走个咱这迄个啥台湾东北，那个弯过来宜兰吼，迄个所在叫做圣地亚哥，是，对无？是。这个圣地亚哥三条港，对，三条港。三条港。哦，啊，这嘛是啥？迄个雅各雅各啥？啊。哦，这个圣雅各的地名吼。是。啊，过来，你看佮甚至包括。宜兰古早咧产迄个卡塔琳娜，是凯瑟琳，现在无咧叫啊。嘿，啊，过来因为宜兰的南部一个所在叫做索尔，荷兰字代叫做啥？因叫做罗伦索。罗伦索。啊，你若英文就劳伦斯。啊，所以你看注意哦，咱若最深，咱讲咱台语叫做蚵。哦，都你看迄个啥，木蚵啥有啊吼。是。啊，个什么蚵，咱东北海岸一直来拢一直蚵。是。对吧？啊，索蚵，所以应该是罗伦索蚵。哦。外文音甲台语音两个结合起来。啊，咱台语真正有一个所在，咱一部头前是啥？是。哦，头前是迄个外来语，啊后壁接台语。哦，咱先来休一下串哦，再来讲一寡台湾哦。你平常时听会到，但是却唔知影什么意思的这个地号名。咱休一下串，连续这地念伊才等下咱报道歌丁。报道歌丁，内容足丰富，有地理，有历史，嘛有人文甲故事。咱若是知愈多，捌愈深，对咱台湾就会听入心。所以讲吼，伫咱台湾的地名中间吼，有真济吼，咱时常咧接触到，啊嘛咧用到，但是拢唔知影讲吼，伊到底是安那源头是安那来吼，啊伊为什么安尼号名啦吼？可比讲有一个特性的特征啦吼，啊数量啊这个部分哦去号名的，可比讲啊，咱定下咧讲到什么岛啦吼，啊什么甲。啊，什物节吼，几节啦，几位啦吼，几分啦，啊，佮有什物厝哦，寮啊、坑啊、坳啊、港啊、湖啊等等啊，这吼，这所谓地名老师啊，你甲咱小解说一下，根据你的研究吼，这到底拢是什物意义？尤其是迄个岛。咱若要讲台湾历史，较难讲地名，拢一定要讲来拍来拍去的。对啊。啊，比如讲岛就讲哦。这岛咧，咱有5、6、7、8，是。岛就是啥？你知？咱若咧讲地名，拢足爱讲啊，这个原住民甲这汉人两个无好，啊不泉州人甲什么漳州人无好，客人甲这样都无好。大家拢讲一直往这个相拍咧解说哦，啊，人敢真正是相拍？唔是嘛，唔是，大家拢咧冤家嘛，拢其实嘛是有真济和平的时阵嘛。啊，所以有人咱用过另外一个讲像一角度看卖，你看若有5岛。6岛、7岛、8岛，啊，那绝对有1、2、3、4个嘛。是。啊，1、3、4找无啊。是啊。啊，你若去看基隆河人，你就知影讲，真正基隆河若咧弯一个，就一岛。哦，有，我有看到老师你在顶管有画。哦，对有啊，有画着。啊，拄啊，伫阮中央研究拄啊有啥？阮中央研究拄啊基隆河拄开始用了头岛。头岛。哦，因为分科遐伊啊算啦，就是咱国语叫做河区嘛。人家拢看去看着山啦。是。啊，有一个山人讲一个岛，壁岛的岛，所以讲迄个水流到遐，啊，就去互迄个岛冻掉，所以讲伊就设一个角弯一个弯，最后就1岛、2头岛、2岛、2岛、3岛、4岛。你知咱地名都开始大家有一定的意义，但是后来迄所在可能较无人咧叫。啊，看到什么树啊倒落来啥呢吼？是。哦，迄个棵树倒落来啥有诶无？啊，所以旧名会袂记哩，啊，大家用新名。是。啊，像讲什么价咧？你算讲这个土地，比如6甲，6甲地，数量1甲地、3甲对无？拢有可能用你耕作的面积来算的。是。啊，一般拢讲是讲张犁啦。啊，张犁。比如一张犁用经5甲。
哦，所以讲台湾张犁、6张犁、13张犁、一大3张犁一大堆，哦，咱用张犁算的。啊，足奇怪，咧张犁中国嘛无。有影，吼，敢咱台湾有这个名。对，中国嘛无这种张犁地名。啊，所以咱这真趣味就是啥呢？哦，边边拢共款闽南话文化，啊，甲台湾两个另外足奇怪。啊，这寮啊、厝啊，这个较容易知影。啊，寮个厝无问题。嘿，无问题嘛。哦，因为6地厝。啊对。啊，大寮。啊对，啊6间，6间嘛毋是讲一条龙迄种，有当时可能有迄虎灵春秋啥这啊。是。啊，所以我意思讲迄个大家罔听吼，罔听，啊，佫会个啥，因佫问老一辈。是。啊，迄地名愈讲愈趣味。是啊，哦，内底有真侪，特地咱吼去了解着讲，咱即个所在吼，原本都是存在一寡历史甲文化，毋是干那讲啊，即个号名吼啊，甲放弃去，其实有真侪拢真无彩呢。咱拄仔咧讲嘛，讲迄个三条角对无吼，迄个敢若有吐出去的所在，咱就叫角。是。啊，有人讲皮啦。是皮，毋是片。即个海湾吼，拄仔吐出来，咱就讲片啊。是。啊，有人讲片仔头，吼，片仔头就讲敢若讲，若毋是讲溪流吼，啊，若无就讲嘛讲海湾，是，咱一个角，咱讲迄个 cap， 吼，夹角，咱就叫片嘛。是，老师你讲到吼，因为咱讲话的时阵有当时啊吼，讲伤紧啊，或者是讲吼一团二团实的时阵吼，可能讲到大家会走音走精去安尼，像讲即个片甲皮吼，啊，佫有就是即个声甲声嘛吼。像讲吼，以早我细汉的时阵，我捌倒过土城，我就一个真大的疑问啊，土城这个所在叫做土城啊，咱都无看到城伫倒位啊？啊，宜兰嘛有头城、二城啊，奇怪去到宜兰啊，迄个平原要有城哦。啊，我伫意想讲吼，是毋是以早有城去用拆掉？咱台湾真侪城，是啊嘛想清楚，北部有北部土城对无？对啊。啊，屏东佫有车城，系车城、茶城、茶城，啊有人解释讲啊，这种茶起的城，是。啊，阮所理解就讲，迄台本来古早拢咧炒茶的啦，啊，再变一个庄茶社。讲啊，即个只台湾地名趣味就趣味即个只，有诶噪音去。是。啊，有诶噪，啊，咱毋知讲，我咱大家听咱咧讨论了，大家会当讲嘛讲，哇，安尼会当个，若有闲来佚佗哦，讲啊奇怪，即搭好多茶城。好多城，啊都无城咧。对，城到底是倒位？闽南人诶一个大诶所在，叫做社。是。所以你看平湖、金门拢叫做社。啊，甲咱台湾、甲台南、高雄拢叫做社。是。啊，但是家己以后拢变庄去啊。啊，对，拢叫做什么庄？哦，迄个若了解迄个清朝制度，就知影讲这伫差不多雍正、乾隆时阵有佫改地名。我改讲，莫过去社叫庄啦，叫堡，庄甲堡。是。啊，做咱台湾都庄一大堆。是。啊，庄一大堆，但是因传统也有人咧讲，阮叫什么社。啊，但社来讲一个，比如头社，宜兰咧头，伊本来是头社。啊。听唔对去，或者是讲走进去。感冒音就变头城。感冒音变头城，地形顶悬嘛，常常用南北来定位啦吼。可比讲台北甲台南，一听就知影讲啊，迄个台湾的北边甲台湾的南边嘛吼。啊，若是就有一个疑问，就是咱时常咧讲的吼。啊，奇怪，台北有一个南港，啊，南部有一个北港安尼。啊，南投吼，啊有北投。对，地名会走精走音吼。啊，有人咧那个有一个概念，咱要看好地名，会用你身体咧看。方向来看，啊，迄个时阵无一个统一的咧刻名啦，拢看你走对用你身体来看，咱头前一定北的，是，啊，咱的啥正手一定东的，啊对，偏去啊以后，迄个东西南北都无共款，啊，当这后壁佫一个前提，后壁你也靠山啦，啊有影，咱讲一个山位嘛，是，这你若风水人知，是，哦，知影一个靠山头前就是北，啊，哦，啊，所以在坐船的人哦，船到伊的山，是。啊，所以这阵伊若到中国这物部内，伊若看台南头前北港，是。啊，伊若走来阮家己头前嘛北港，啊，所以北港真个所在。哦，是安尼。吼，啊，你若看讲基隆哦，基隆就阮中央研究是南港，啊，南港对面水灯卡是北港。哦，是哦。所以水灯卡实际迄个所在应该是北港哦。哦，原来咱台北的北港是伫咧实际水灯卡。啊，南港就是即马咱中央研究遮是南港啊咧。哦，若是迄个北即马昆林的北港，伊的南港伫倒。无啦，等下，现在咧南港、北港，毋是干来讲咱甲基隆有尔，你知影南投嘛有，你知影？咱有一个水吼，有
往北流、往南流、往南流，咱就讲南港。哦，是。咱台语港，跟中文的港，佫无共款。是。咱的港是迄个啥，一个水嘛，一个迄个溪流。溪流。溪流咱就讲港，大港流对吧？是。是真大港，迄个港，毋是讲有实际上会当靠船的迄个港。哈文伊是港，毋是港，伊是讲迄个水真大港，或者是细港迄个港。对。所以讲迄个水对北边流去的，迄个就北港，往北流的迄个是北港。啊，那往南流咱就讲南港。一港的迄个港。对。做咱台湾北港一大堆，真个新港一大堆，伊拢含你身体，看哪看。做这无完全无矛盾啦。是。完全无矛盾，你看你都。淡水河之吧，你讲哦，这北港，这南港，是。你若是去迄个南投，你到这个迄个湖水溪，到迄个湖水溪入来吼，你说这边北，这边南，是。这拢一个一定，迄种古早的地名，你看，你表面看真乱，是。其实拢有一个一定的逻辑，有伊的迄个逻辑。以早有一个名称叫做房山这个所在，咱台湾真侪所在拢叫做房山吼。台湾若地动咧，山拢会安尼。土石流安尼，所以台湾足侪所在名都房山啦，但房山，官方会安尼，但后来感觉这字无吉利嘛，拢甲改做足字木字边。写字的时阵，甲写较水的啦，写较水气的，但是讲起来，你看头嘛是房山，所以讲咱一知影就讲迄个所在吼，真食白山，所以讲你唔好去。迄个所在较危险安尼吼，房山的所在。但是即摆因为，我甲你讲，伊袂变，个字啥，咱爱搁电听，字汉字安尼写，你爱搁电听一遍，还搁想伊迄个地理环境，就房山就对。所以讲，大家吼，咱个透过即个号名啦吼，或者是讲去了解着讲以人文来处罚啦，地理啦，即个吼，其实历史吼会当从即个一句话吼，慢慢倒啊，咱去了解。所以讲，也是要用咱原本吼会当所理解母语去解说去理解，安尼都更较清楚啦吼。真难得啦吼，嘛真需要。咱今仔日呢，经过咱老师的甲咱介绍甲解说吼，互咱去明白着讲，其实吼咱台湾的地名是来自这个400多年来各族这个统治了后台湾吼所留下一寡文化遗迹啦吼。所以讲有真济吼，有真深色的趣味的这个称呼吼，后边。你都袂像讲我安尼个问讲吼，即个真戆的问题啦。问讲南港乃伫北边啦，北港乃伫南边啊。其实吼，原本吼，这个苏澳嘛，毋是细数的人去开发的港口，所以讲吼，去了解这真济，咱有关于这个地号名的源头，其实吼，对咱台湾的历史、这片土地的热爱吼，会更加更较深。所以讲各位啊，有闲的时阵哦，加去想一寡吼，为什么这个名会号做这个安尼生？为什么吼，这个名会由来是如何？对咱来讲吼，咱这片土地，咱就生活伫遮，咱应该用咱家己的语言、家己的思考去了解这片土地对咱的情感、甲历史与文化。报道歌仔顶用俗语参故事，甲乡亲来博感情，唔通袂记你下礼拜同一时间来收看咱报道歌仔顶。嘛感谢老师今日来到咱现场，感谢了解了真济，有影台湾福尔摩沙，这个册有影是。